Hello，歡迎大家翻嚟小林高球假期。今日我同阿太太嘅濟州島第3日行程，我哋去到呢個森林療癒徑。咁我哋終於行咗大概1個鐘頭到，就嚟到呢一個徑嘅最高處。咁啊，亦都見到太太好叻咁樣行到上嚟山頂啦。大概用咗1個小時3公里到，同大家打個招呼啊！今日係2026年嘅4月24號，星期5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哋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又翻嚟我哋小林高球假期啦。今日我哋係2026年4月24日，係啦，星期5嚟嘅。就係我哋喺濟州島行程嘅第3日，我哋嚟咗呢一個 Forest of Healing， 即係心靈療癒森林。咁我哋咧啱啱行咗大概1個鐘頭，就嚟到呢一個小徑最遠處嘅盡頭，最高嘅山頂，就可以睇到成個韓國濟州島以及韓國最高嘅山峰漢拿山啦，就喺我嘅背後。咁啊，好奇怪！呢一度咧就唔知點解，竟然會有人類喎！我哋同呢個人類打個招呼先。人類你好，我哋係小林高球假期，想訪問下你。請問你係幾時嚟到㗎？呢個係2026年嘅4月24號。哦，你係自己一個人嚟定係同屋企人嚟啊？吳先生嚟啊！哦，咁好啦。咁我哋下次先同大家再介紹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心啊！呢條過水啊！小心過水，小心小心。Hello， 小林高球假期，我哋真係行森林啊！全部都係樹，係咪啊？係啊！森林，好大嘅樹。繼續行森林。拜拜。拜。